各种造型的泡泡满天飞舞，小朋友欢喜的伫遮咧佚佗。这是由台南市议员陈怡丁蔡王全周丽丁所举办的亲子泡泡派对。立委陈廷辉嘛特别到场支持，举办的时间拄好是万圣节。陈怡丁就化身南瓜姐姐，甲小朋友欢喜的合影。周丽丁化身魔法姐姐，发灯啊，予每一位小朋友。蔡王全派着巨大的人偶，甲小朋友一一搭手。3位议员伫现场，甲小朋友算甲非常欢喜。那今天我们在东东转角艺术中心扮演万圣节泡泡派对活动，希望小朋友能多多走出户外不要都在3C面前。今天的那个泡泡派对，我是扮演一个大玩偶，然后让那个孩子们跟着他们一起的快乐。可以跟他们 give fun 然后也让他们捶一捶。希望说这是我们菲菲姐姐亲子活动的系列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泡泡派对的活动传统的这个选举活动都是大人在上面讲话，我们希望选举活动不只是大人听着大人讲话，我们希望把这个舞台给孩子，让孩子呢可以玩得开心。那投资下一代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那因为万圣节要到，所以今天怡珍也特别呢打扮成这个南瓜姐姐的造型呢，也希望也能够跟孩子们一起同乐。立委陈廷辉表示，家己甲议员长期伫中央甲地方合作，认真拍拼，除了为在地发展来努力，伫教育、育儿这议题拢有持续关心，并积极争取相关补助甲政策的改善，为着就是要互囡仔更完善的照顾。即摆举办亲子系列活动，泡泡传统，就是希望囡仔会当走出户外。把政治变较温馨，希望会当得到选民的认同。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